或者国际局势是真无稳定，即马除了是战争以外，来看这美国关税，因是用122条款搁加贴15%。咱国内在野党呢是支持这台美所签的对等贸易协定 ART 甲 MOU 等到底敢搁有效咧？行政院长卓荣泰伊是强调讲，这是袂受到行政命令变动的影响。也若针对着这农业的冲击咧，行政院是强调讲，农业部这农安基金即马已经扩大到300亿，就是为着要来维持产业稳定。美国总统川普的对顶关税措施，2月27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违法了后，川普在2月20引用122条款反击，把税率改做15%，搁读 MFN 做回国台股。找三立法院有立委针对进前台币已经签署的对顶贸易协定 ART， 也搁有投资 MOU 敢也有效的问题来质询。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，这些成果拢是咱国后续运用的有利基础，台美之间嘛一定有维持密切的联络。行政院是否现在有跟美方确认我们谈的效益，我们谈的协议是否有用？当然，我们已经跟美方取得联系，我们希望在这个150天当中，12条款的暂时的关税当中，我们尽快跟美方确认，也确保我们在 ART 当中已经双方签署的这个内容。也有立委指出，以农业整体来讲是热菜，农业的出口才8.9亿，进口到37亿。虽然2月初签署ART协定，和471项产品都合并，不过立委是烦恼讲，美国的122条款若是取消这合并，加头15%的关税，恐惊甲台湾农民的利润拢吃掉去，再加上美国农产进口是相当打击。整体谈判下来以后，我本来就是弱势，我本来出口就是比较少，还进口更多，还要开放。双重打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已经有300亿的农安基金作为后盾，这个可以解决未来可能发生的种种状况。再来，美方政府已经说过了，它演绎后续的作为之后，它会通知包括我国在内。针对美国最近所扣的暂时性关税，行政院强调台美所签的ART是有法律稳定性的，1735项合并的产品，这个有写伫协议当中的，未受到美国行政命令的变动来影响。针对农业的冲击，行政院强调，农业部农安基金扩编到300亿，劳动部有150亿的安定就业措施继续要推动。政府会照政策来提出支持策略，确保经济稳定成长，嘛会继续确进美国后续的行政作为，来确保台湾产业的利益和待遇。记者卢尚祖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